想揾中山江景豪宅嘅單位，睇過嚟啦。今日 Simon 分享一個超筍中山目前最平最靚嘅江景單位俾到大家嘅。咁現時 Simon 咧身處於喺我哋中山嘅南部最中心位置啦，身後就係佢個大型嘅商場萬億廣場啦，入邊有埋我哋嘅影院、KTV、飲茶食飯睇戲，應有盡有嘅都有啦。咁再喺 Simon 正前方呢個位置呢，有埋我哋嘅美食一條街啦，可以滿足大家日常嘅食飯嘅一條街啦。咁再有 Simon 嘅右手邊呢個位置呢，亦都係開發商自帶嘅一個酒店，入邊有埋我哋嘅直通巴士，可以往返香港嘅30分鐘可以到達我哋港珠澳大橋。現時賣緊嘅單位呢，100平方，總 total 落嚟60零萬，首付亦都係10零萬即可上車，無敵江景大平層啊！事不宜遲，我哋一齊去睇睇個景觀視係點樣先。喺自己屋企陽台望出去咁樣嘅景觀，然之後再飲住82年嘅可樂，幾寫意啊，係嘛？其實呢層樓無非買就買呢個景觀嘅啫，一個前面就係無遮擋嘅景觀視野，樓下有2個公園環繞着我哋屋苑，再加上中山嘅母親河旗江河，亦都係喺我哋嘅屋樓下，然之後一條河之差，對面就係11000幾平方嘅工業，但呢個工業咧完全冇污染嘅，亦都可以講係中山第2嘅馬鞍島，因為呢個工業園咧係廣東省重點一個工業產業園嚟嘅，入邊做高新製造、生物醫藥或者機器人手臂同埋新能源汽車嘅配件，所以入邊完全冇任何嘅污染嘅，所以叫做中山第2個馬鞍島嚟嘅。咁再嚟到我哋呢個室內睇下先。咁呢個室內咧，現時你見到嘅咧就係超過2000尺嘅單位嚟嘅。如果假如你唔想咁大嘅 ，OK， 喺呢個位置就有面牆封住咗，呢一邊咧角套係100平方嘅單位嚟嘅。講緊嘅咧就係60零萬就擁有1000尺單位無敵江景嘅就呢一個啦。咁如果你買一套嘅咧，呢邊咧就有3間房，3房2廳2衛同埋2個陽台嘅。呢邊咧就係廚房啦，同埋陽台啦，咁樣嘅。如果假如你想買超大平層嘅話呢，2套打通2000尺嘅單位嘅話呢 total 落嚟係講緊嘅130幾萬，再擁有2000尺嘅豪宅江景單位嘅。咁亦都換句話嚟講，如果呢種單位係換住喺香港嚟講呢，可能冇幾千萬，你真係諗都冇諗噶啦。但係喺我哋呢度100零萬就擁有2000尺嘅豪宅江景單位嘅。咁如果你2套打通埋呢，咁你個房間嚟講呢，就任你自己去佈置噶啦 design 噶啦。因為我哋呢啲全部可以拆開嘅，拆開完之後呢，你可以做到3房4房，甚至2房完全冇問題嘅。2個大套間，2個大衣帽間個房完全冇問題嘅，單價圍到6000零蚊，咁你首付亦都講緊計20零萬，要擁有2000尺單位嘅。如果你買一套嘅話呢，首付亦都係10零萬就擁有1000尺豪宅單位嘅。如果有興趣嘅，記得右上角私信 Simon 攞翻個詳細資料啦，或者直接聯繫 Simon， 直接過嚟我哋嘅實地睇翻我哋嘅景觀視野同埋朝向，以及我哋嘅生活配套交通，亦都 OK 嘅。好 OK， 今日嘅影片就拍到呢度，我哋下期再見啦，拜拜。